好，来继续要来看是今年的年初发生着几啊件的枪击案。警政署要求全国的警方来执行着扫清的专案，结果掌握着新北市淡水有一间楼中楼，真有可能有军火库。就惊警察公破门的时阵，双方会来发生着枪战，所以刑事局是出动着专业的丢捕特勤队，果然伫个电视柜的后壁发现有这个挖一坑，把这个坑拍开，内底就是一间秘密的房间，就伫个内底顺利来查到改造的枪机。规身躯全副武装的特勤队员用真紧的速度要来抓人。趴下！趴下！手伸直。你伫房间嘛，互特勤队员抓出来，总共有7位嫌犯，分别伫房间，阁有客厅。警方派真侪人唔敢大意，因为根据证据，主嫌有真侪枪。原来嫌犯甲淡水这个楼中楼租来，随设计一个细间的做美式米起改枪。有粗工背景的主嫌，自模型枪店买5支手枪，阁有200外枪支和零件，佮用固定台、锥钳等等的工具来改造更较强的枪。李姓主嫌非常的狡猾，不断的更换他改造工作的一个地点，也不断的更换的联络方式。我们费了相当大的时间，才稳定的追查到他的具体的位置。主嫌虽然真细腻，不过会摕相片甲女朋友等，所以互警方注意。另外，清洁摒扫的共犯时不时嘛会甲伊斗相共，两个人拢互检方以性炮弹、药刀管制条例提起公诉。